了乱的时，咱上好是先挖头一个，先面对上帝，搁一摆祈祷。所以这是咱这个世代，咱活伫这个世代，活伫这个混乱的世代中间，咱的确勇敢面对，但是咱的确就要弃掉主疼咱的信心，恳求上帝，互咱为喙子出来，拢是会当荣耀主的名。咱做基督徒，咱正做基督徒，是因为上帝将咱赐予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咱若清楚了解，既然咱是上帝赏赐予主耶稣基督的，咱的确就是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甲温和。然后，因为主耶稣的谦卑温和伫咱的心中活出来时，咱的喙子一定是诚侪温和平安的传道者。咱真正意爱咱诚侪是一个上帝目中的宝贝，也真正意爱诚侪正人的光灯，若像迄个金星安尼。啊，诚侪正人看到咱的时，若像看到一蕊真水的花，显出迄个香味。所以透过咱的喙子，我鼓励咱的正兄弟姊妹，检讨你讲，莫假的啦，我也无遐水啊，莫假的啦，我也无遐会唱歌，莫假的啦，我无遐古水。但是你会记得，你是伫上帝面前的宝贝，的确是宝贝。咱家己安尼讲，我是上帝的宝贝。安那会快拢无讲，讲较大声的咧。嘿，来，咱听诗班讲来。有笑面无？有吼，来，请恁徛起来好无？咱做伙甲你边仔的人甲你边仔的人，甲伊讲，你是上帝的宝贝。爱正经讲哦，袂使凊彩讲的哦。所以你甲我拢是上帝的宝贝。怎啊？咱拢是上帝的宝贝。第一，这个咱足水的咱袂使讲我那样，是咱拢总是上帝的宝贝。所以你甲我的喙子是要学老上帝。你甲一个人讲。你甲我的喙子是要学老上帝，你甲我的喙子是要鼓励正兄弟姊妹。你甲我的喙子就是要活出疼的话语。来，我唱一首歌互恁听。毋是，我是讲你甲边仔人讲。我唱一首歌互你听，就是疼的歌。来，好，咱即摆请诗班落去，来，我请文平老师甲伊做唱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有感受主的手。好，迄小组出来
即个是我安尼讲，讲对你，我有感受主伊的手。即个对你是咱一般的咱的兄弟姊妹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对你，我有感受主伊的疼的手，保守我，互我有气力徛在。我有感受到，当我孤单的时，你甲我作伴，甲我同在；当我行失迷的时，你的手引带我。好，咱就来听因唱啊。多谢因，多谢因的水的歌声，搁互咱即摆体会着，若毋是主的疼惜，咱无法度为咱的喙舌唱出懊恼的声音，咱无法度讲出鼓励的话。咱做伙来唱圣诗412首。Jacqueline。
咱做伙祈祷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阮，诚侪你的宝贝。天父，阮恳求你的赦免，因为检测阮无行伫你的旨意的时，主求你赦免阮，求你将阮引带倒转去你的正路。透过即个诗歌，做阮真正意爱来亲近你，主你也来带阮，互阮会当合适主耶稣，更较亲像主耶稣的款式。对阮感谢你，互阮有即个时刻会当做伙来享受主你的疼惜，来享受主你带阮的敬拜。我来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